今次用最簡單嘅方法，睇下 Amway 嘅收入點樣一步一步建立。首先，記住兩樣嘢 ：PV 決定你嘅獎金水平 ，BV 就用嚟計算業績獎金。由100 PV 嘅3%開始，一步一步提升，做到7500 PV 就達到25%水平，大約相等於25725 BV。業績獎金係用 BV 乘獎金百分比。新加入嘅 IBO， 目前公司仲有額外百分比，可以直達 10%。7500 PV 唔需要一個人完成，建立顧客，再同團隊一齊累積 PV 先係關鍵。例如一部 eSpring 就有340.85 PV 同1169.10 BV。一部 eSpring 已經超過300 PV， 除咗零售利潤之外 ，BV 亦可以產生業績獎金。如果用新 IBO 賺 10% 做例子，1169.10 BV 乘 10%等於116.91元業績獎金，再加129.90元嘅零售差價，一部 eSpring 呢個例子，兩部分合計就係246.81元。再睇 Perfect Pack， 一盒150.30元，有43.82 PV， 係一個好容易理解嘅重複消費例子。一個顧客嘅 PV 可能唔多，但當你建立更多穩定顧客，每個月嘅 PV 就可以持續累積。而家顧客每月購物滿150元可以免郵費，連續3個月每月滿150元，第3個月仲有75元產品回贈。幫助建立重複消費、穩定顧客、重複消費、團隊合作，一步一步邁向25%。